太林镇是嘉义县好罗客青岛的所在，有一般国家如是客人。上座现正由宾阳、同创、太林一等闹热，是嘉义体育好的地区。不过，更加也个太林路屯太多数嘅乡下所在穷用，后生人晒出去嘅，留下来嘅如是老人家，如日家人没落嘅。3年前，南华大学旅游管理内前内主任去到义大利去了解慢食慢生形容的推动嘅，而发现到太林嘅生活方式唔係如慢生下。故所如果出家呢同太林镇公所合作，申请国际慢生认证，也总算今年2月的申请通过嘅，同时得分率有79.71%多，比桃园的水准还高高。太林係購買嘅會按數度前提認同，韓國太林鄉親更了解乜嘅係慢生呢？申請通過嘅太林未來會有乜嘅變化呢？向下嚟探討。人情很和善啦，而且環境又很好，豬肉是我住的好地方。如果大家有機會來我們大連的話，來我們三家里這邊來逛一逛，這裡有豬羅樹啊，還有500年的家冬樹。人情、熱情。这样，然后就是环境好，样样都是非常好，就是大林镇。嘉義人太林鎮透過安度台風啦，204期因為同意統一嘅公建檔號，是喺嘉義最有錢嘅所在。不過兩下嘅太林已經冇從透過安鬧人哋，而且也冇受到太多嘅注意。甚至為安約和東川土東都市，除咗經營2年，太林鎮會通過國際慢生認證，至下邊都當有名。那其实大林鎮呢，一直都在执行所谓这个慢城的生活，只是以前我们的乡亲可能不知道说，原来我这样的生活习惯，或是我这样子的行为模式，就是一个慢的生活态度。因為資源少，冇辦法發展機會，太林肯係從20年前融合，冇辦法改變嘅生活方式，程度好合乎國際慢生嘅認證標準，尤其確實做到環保低碳，太林得到當高嘅分數。台湾全国每一个家庭的用电，就每个月大概都落在290几度一个月。但我們大林鎮非常特別，我們是家戶用電去平均下來，我們比這個全國平均還要降了70度。其中最有代表性嘅，就係棉花沙區。草嶺田同茶地中嘅獨樂，一片吹風，一片塘湖，來到棉花實體，了會本單係重鋪，風水洗走過後，撈機打操作實體。透過污水都係直接流到3條河，兩下就到污水半徑流入實體，經過日後曬，韓國天腳嚟到高超，水也變強力嘞。水烏龍的根裡面，如果你放大鏡去看，有很多微生物，這些微生物都是我們處理廢水的工程，它會把水分解啊，一方面微生物可以供養那個水中那個魚，它有那個連帶作用，讓水質會慢慢的淨化。從普遍實體也加到水調嚟到生活裏邊，還拿了位嘅田火也全係用環保嘅方式來發電。上面在宣傳那個是風力，下面那個平板是太陽能。那個眼前它所發出來的電就是供它自己本身。下面那個燈泡，所以有時候他們在講慢城，我慢慢來。我這其實要從生態講起，要當環保講起，因為這兩個結構就是不會破壞大自然。棉花沙區96年開始推動3年減碳，喺10年頭年乾田站半民族免費來乾田，發同中心勞動黨嘅頭年版發嘅田，還做得買半台田來存錢。發電從去年完工之後，在8月26號。開始賣電給台電，我們寄電表到今年度的3月4號，明華社區的這一座9K 的這個太陽能的設施，我們花了80萬。那我們總共在這幾個月，我們賣了多少電？賣了36000多塊的錢。賣電的錢，沒拿來照顧沙區的農人家。那我們賣電的這些費用呢？明華社區我們就用來我們的老人食堂。讓我們的老人食堂要繼續永續的操作下去。
如果最終各隊都唔浪費數類嘅趕咗掠到做出登錄，喺個食呢個嘅東西掠到，那結埋要遷傳，喺做啲講一下自家來做，做啲講係從所出小經濟。既然是環保社區嘛，就把環保的東西搬出來。就那個時候就看到汽水瓶啊，水桶桶啊，就養樂多罐啊，或者那個珍珠奶茶的玻璃龍杯子，然後就到處都是亂丟嘛。我們一方面可以回收，一方面可以整潔嘛。唔但搶環保，台林嘅生態味道豐富。来，这里一只了，小精灵，有没有看到？俺不是跳来到主山，怪个叽里滚的，出墙黑之树天然高雄哦。因为它这个竹林刚砍下来，所以有时候它会在这个低洼的地方。所以你若上热时，水气无够，伊嘛袂出来，好。而且风温时，你若讲像下晡伊有落一阵雨咧，伊影到暗时就出来个啦。也係台灣鐵柱族步入對界豬老鼠怪，就是有一種秋偶，叫愈大聲，我身體愈勇嘛，聲音越美妙嘛。你若要看伊亂跑，你就在10點以後，甚至11點。它開始交配在地上的話，你就可以找得到。它是一個很好的生態指標，也就是說，沒有農藥或是有少農藥的這樣的一個地方呢，其實它的這個生態自然就比較豐富啊。它用那個開山刀。不過這個姑婆芋有那種蛾類你要注意啊，媽媽講那個很毒哦。豬老鼠怪兩下搶分布地，專林隔熱台南兩大畵，主然樹那都好都看得到。喺那台林5、6個注入18公頃下間安發，按用兩的怪個注入素材和故事。平常的话，如果下雨的话，我们会比较容易看得到它。如果是季节的话，是4月到9月这样子。对，我们这边保育类的猪罗树啊，中国树产都很多，就是没有农药，它没办法在上面生存。就是留这两根，不要让它们阻碍，不要阻碍的话，它长得更大棵。做新鮮嘅頭天會做好熬，春天熱天係提出嘅時期，不過唔係一樣樣，原口送葉同埋樹草，假使控制唔到。因为有时候它的那个价位超低的话，我们有时候就好像把笋子送给人家吃一样。而且笋子的话是当天它割起来就開始慢慢老，沒辦法說放着啊，我慢慢削。台邊係5、6個主要產地，不過來到20東南水道做筍料地，南花太學處理教授係財經年會，就得用生態輸出嘅概念，為平均來2年水嚟到3年，水嚟到財體料理之外，農民也有去減買本消費者嘅機會，按樣將會傳下上錢。除了糧食的這個角色以外呢，它的這個種植的這些場所呢，也扮演野生動物的一個很好的棲息地。那這個是一個雙贏啊。那如果又能夠提供這個所謂的休閒遊憩，這是一個3贏啊。如果慢城推廣得很好，我們以後能讓它配合的來這邊體驗農村生活，割竹筍，讓它更發展，更一個報一個這樣子，讓它更多人知道這樣子。同民眾認識財體產業，其實5件方式經地改造，來到幾個烹飪、烹飪往往嘅經費，容易下來，基礎為偷懶解說。認識蜜蜂的生態，它們的習性，它們讓它吃蜂蜜、吃花粉、吃烘產品這樣子。蜜蜂這一塊的話，我們有辦法自產自銷，我們的東西我們能掌控在我們的自己的身上。那我們也希望農業呢跟大自然的生態是可以達到平衡的，所以其實我們一直在積極輔導所謂的無毒農業的小農。那所以接下來我們的時間呢會更希望把這些小農串起，然後有一個很正式的農夫市集。稻米、蘭花、竹筍、碰糖都係台林農業主角，喺那熟林沙區嘅摩托農人，從從頭就見下來潛土田呀。我們用安全的方法栽種我們的農產品，讓大家認識你們平常所吃到的是東西是怎麼栽種出來的。
虽然都会找上到东家，全局是俩对来扮演改配。有菜叶啊啦，有烤土豆土丁啦，都每一项草我拢甲团了甲熬啊，要搭呢，吼，才落去熬安尼啦。所以你用迄来种菜都会生甲食水安尼晓。哦，迄伤水咧啦！我阁有迄个啦，迄个做牛奶熬的甲乌糖，迄类的啦。外公也是来抗天系最主要嘅，从系民风上起，两部个未建制的5岁控制内图，出3个食材还做得提供本老人家嘅系统来加菜。那我们就养一些高经济价值的鱼种啊，然后透过沙床来过滤，上面的话，它靠绿色植物来把那个鱼小产生出来的氨、长化出来的氮，然后把它吸收掉。所以下面的水就干净的。每一个星期3跟星期5，它都有供餐，我们都有50至60位的长者跟志工在这边，供餐。这些菜可以，大家都可以拿来吃。因为我们就是要让自己吃的安心健康，完全是一种生活步调上的一个延伸。要怎么来吃？或者说，真的我们追寻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是什么？不过慢上到底係乜嘅喏，伊到見面並唔了解。咱整啊慢聲，嘿，慢聲是要做啥物嘅？你知無？會記咧呢？哎呀，我是也有你了解这种人家囡仔你创的，我是无你创迄啦。所以我们不会刻意说一定要他们去了解这2个字的定义，我们反而是希望他们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认证是因为他们的付出、他们的努力，所以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完全对的方向，希望继续深化。目前看到慢城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在青少年这一辈身上发酵，而不是老年人。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生活没有变化。为保护地方文化，改变本地嘅生活方式，也做得带动地方经济，两面系埋上成为对口嘅。工业化之后，大家慢慢的生活步调就越来越快，那所以人都往都市集中，所以一些古老的、传统的、有意义的一些事情，慢慢的它就相对就变得比较弱势，也就慢慢就消失了。当时意大利人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能不能透过一些制度，然后我们让这些城镇能够再度活起来。我们欢迎大家来体验这里的慢农村的美好、生态的美好、生态的丰富。可是，在这个之余，我们希望大家要尊重在地人的生活，对，然后你来融入在地人，对，那你会带来更多新的刺激跟新的体验。台点间对用幾多嘅慢，來做相應嘅股票係做其他嘢，唔過未做到手。也没有红绿灯啊，没有，大家都想要怎么走就怎么走啊，哎呀，很随性的，这样啊。但是我太多游客来我们可能没办法负荷。我们的希望是因为我们当地可以再热络起来，可是热络你当然会觉得会破坏我们现在原有的一个东西，因为更多的人来可能会更多的脏乱啊，更多的噪音啊，更治安的一些问题。我们不会去因为这样去干涉了原本的生活形态，我们更希望的是去把这个生活形态特色给拉拢出来，让他们觉得，我们住在大林呢，以前是习惯，现在是觉得与有荣焉，以大林为傲的那种认同感。那我想有这个认同感，你更能吸引这些年轻人一起投入。台點係嘉義人後落下最多嘅鄉址，有豐富嘅歷史文化內涵，有傳統建築、房檐樓街、老戲站、老傳嚟三團應嘅海陸豐倆道，台點足基站，為日來行一轉，享受天天嘅品味。它就是一个生活，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然后你真的要了解慢城，就是要来到我们当地做一个生活。对，住个几天，然后看我们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接下来我们希望可以点线面的串联。所谓点线面的串联，是因为我们希望大林镇是一个很适合深度旅游的地方。由公部门这边呢来主导，那么做资源的这个再分配，我想这个很重要，而不是说有钱之后我们全部都拿来搞什么公共建设。各类指标，我们要定出一些短、中、长期的目标规划。
而且正因為該講明麻煩事情，只係發展了北上嘅生活當中，用我就唔會偏出強，公部門填咗立基密，充分溝通，就會強下進步。下網發展到乃是終於做勝利，係台點當陣嘅條件，得到萬商認證，是係攜頭，運用我簽出台點就進步嘅內涵，就係重點。